后来乡亲啊，台湾即摆是真艰难哦，疫情严重，欠电，过来欠水。这个中部送水5天，停水2天，进入到第7轮，供应到大台中地区用水的德基水库，这个储水率剩2%，现就要破1咯。水库底完全变做结局，看到真惊人。山顶的农民拼命咧找水源，甚至2天才会当压一解水。高丽菜因为欠水生袂大粒，李亚秋嘛开始落果，农民是叫苦还叫。这是德基水库上游集水区，即马完全看现变大片的结局，山板啊嘛拢伫陆上。这看起来感觉真的有一点可怕，因为真的干掉没有水了。欠水山顶的农作物真歹成长，高丽菜生甲大细无共。当日结果的李啊嘛因为空滑落果，农民敢会使继续找水源。那个水要存2天才有办法浇一次，是不是？差不多，就是因为它那个很久才可以浇一次啊，所以说大颗跟小颗的就会差很多啦。李子就是因为没有水所以它在自动落果了。空滑无落雨，水库有警报。新竹宝山第2水库存3.7%，苗栗里溪潭水库2.8%，台中德基水库2%，台南詹文水库6%，高雄阿公店水库存3.5%。这几个所在水库前1天的累积雨量拢总是0。就是我们干管里面的水，隧道里面的水，全部都要算出来，剩下多少存量。如果万一已经用到没有水了，我说最后救命的时候，那些都要出来。到底这个水阁有法度冻偌久？水库人员无讲，即马就是要赶紧找会使用的水源，为供水拍拼到上尾啊！